由於可能受到沙門氏菌污染，加州 August Egg Company 宣布召回大約170萬盒雞蛋。呢一次召回涉及嘅雞蛋分銷範圍廣泛。今年2月初至5月中旬，呢一啲雞蛋被銷往亞利桑那州、加州、伊利諾州、新墨西哥州、內華達州同華盛頓州等9個州嘅零售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表示，喺加州同內華達州嘅 Lucky、Safeway 同埋 Food for Less 等門店銷售嘅受影響，雞蛋嘅銷售截止日期為3月4號至6月4號。喺全國9個州嘅 Walmart 門店銷售嘅受影響雞蛋嘅銷售截止日期為3月4日至6月19日。FDA 指出，所有召回雞蛋嘅工廠代碼均為 P6562 或者 CA5330，消費者被建議丟棄或者退回商店，以獲得全額退款。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已經將呢啲雞蛋同近期嘅沙門氏菌疫情聯繫起嚟。呢一次疫情導致全國7個州至少79人患病，其中21人需要住院治療。患者嘅年齡從1歲到90歲不等。截至啱啱過去嘅星期日，大多數病例發生喺加州，共計63例。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